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福利。呢個頻道係專門幫你哋越嚟越有智慧，創造一個更加成功嘅人生。你哋依家聽緊嘅，可能係你人生中最重要嘅一課。你從小到大，身邊啲長輩、老師，甚至銀行經理，都一定教過你，要俾心機賺錢，努力存錢，咁你以後就會有好日子過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係咪？但我今日作為一個老人家，要同你哋講句真話。如果你淨係識得努力存錢，你其實係踩緊入一個窮人專屬嘅陷阱。點解我會咁講？因為你忽略咗呢個世界最基本嘅常識。你將啲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，死死地鎖喺銀行戶口度，你以為好安全？其實你嘅財富每日都俾人偷緊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點解努力存錢係窮人嘅陷阱，同埋你到底應該點樣運用你嘅資金，先至可以真正過上富足嘅生活。呢啲唔係深奧嘅理論，全部都係好罕有嘅普通常識。我哋用常識嚟諗下，點解淨係存錢會死梗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兩個字：通脹。我活咗差不多成個世紀，睇住呢個世界點樣變，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，喺未來100年，通脹係一定會有嘅。點解？因為我哋生活喺一個民主政治嘅社會裏面，喺民主制度之下，所有政客都傾向印銀紙同埋花錢。呢樣嘢可能避免到一啲短期嘅經濟衰退。睇落唔係完全係壞事，但長遠嚟講，佢帶嚟嘅傷害絕對大過好處。因為咁，如果你嘅錢只係放喺銀行收嗰少少利息，或者買啲政府債券，你嘅購買力只會越來越縮水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喺管理每日新聞公司 Daily Journal 嘅時候，我哋寧願持有普通股證券，都唔去持有政府債券嘅原因。你以為持有現金好安全，其實係最危險嘅事。喺通脹面前，現金就係救兵，你擺喺度，佢只會慢慢融化。你聽到呢度可能會問：查理，咁你係咪叫我哋做月光族，盡情消費，唔好存錢？唔係，唔好咁非黑即白。我哋要分清楚儲蓄作為資本同死存現金作為終點嘅分別。我成日教人最基本嘅財富法則，其實簡單到令人發指。花嘅錢要少過你賺嘅錢，永遠都要儲起一啲錢，然後將佢放入一個可以延遲交稅嘅戶口裏面。隨住時間推移，呢筆錢就會變成一筆大數目。呢個根本係唔使用腦都諗得明。我講過我自己家族嘅故事俾你聽，等你知道咩叫做真正嘅儲蓄。我阿爺係一個聯邦法官，喺佢個城市做咗差唔多40年。佢係一個非常謹慎盡責嘅人。喺佢嗰個年代，聯邦法官嘅遺孀係無退休金嘅。如果佢唔喺自己嘅收入裏面儲起一筆錢，萬一佢走先，我阿嫲將來就會變成一個一貧如洗嘅寡婦。所以佢成世人都有量入為出嘅習慣，將收入節省落嚟，最後留低咗一份豐厚嘅家產俾我阿嫲。但係最精彩嘅部分喺後面。30年代經濟大蕭條嚟嘅時候，我叔叔間銀行面臨破產，開唔到門。我阿爺點做？佢為咗拯救間銀行，將自己超過1/3嘅優質資產攞出嚟，換取銀行嗰啲爛賬。最後佢救翻間銀行，雖然一開始承受咗損失，但最終佢攞翻大部分嘅錢。我阿爺嘅故事教識我咩？你要有積蓄，但呢啲積蓄係用嚟轉化為優質資產，用嚟應付人生嘅逆境同把握機會嘅。我成世人都好似我阿爺咁，預計麻煩隨時會嚟，隨時做好準備。但如果你嘅積蓄永遠只係一堆現金，遇到通脹同大風浪，你就毫無還擊之力。
咁既然死存現金唔得，一定要轉化為資產，背後嘅核心力量係乜？呢度就涉及另一個好重要嘅常識，複利 compound interest。愛因斯坦講過，複利係世界第8大奇蹟。你哋一定要明白複利嘅幾何級數威力。我用一個好簡單嘅思維模型嚟考下你。如果有個人俾你揀，第一，每日俾你$1000，連續俾30日，你可以即刻試。第二，第一日俾你1仙，第二日2仙，第3日4仙，每日翻倍，連續30日。但你到第30日先可以使你揀邊個。好多人貪圖眼前嘅利益，會揀每日$1000，30日之後佢得到3萬蚊。但如果佢識得計數，揀第二個方案，靠住每日翻倍嘅威力，30日之後佢會得到超過$536萬，少於井號1，零井號大於。呢個就係複利嘅恐怖之處啦。所有人類渴望嘅幾何級數增長，如果選擇咗高增長率，最終都會帶嚟驚人嘅結果。如果你只係將錢存喺利息極低嘅戶口，你永遠無法享受到呢種幾何級數增長嘅威力。你必須要投資，讓資本為你工作。但係講到投資，好多人又會跌入另一個陷阱。聽信華爾街嗰班所謂專家嘅話，頻繁買賣或者將錢交俾基金經理。我同你講，現代投資管理行業裏面充滿住我稱之為功能性貪污 （Fabricism） 嘅現象。基金經理每年收你2%嘅管理費，經紀人幫你換基金又收你3%到4%嘅手續費。呢班人其實就係喺度吸緊你嘅血。對於一般大眾嚟講，佢哋得到嘅係一個極度糟糕嘅產品。成個投資管理行業加埋，對所有買家嚟講，根本冇帶嚟任何附加價值。佢哋就好似賣釣魚用具嘅商人咁。我曾經問一個賣釣具嘅人：天啊，你啲魚脷又紫又綠，啲魚真係會咬咩？佢答我：先生，我啲魚脷唔係賣俾魚嘅。投資經理就係嗰個賣魚脷嘅人，佢哋只想將產品賣俾你，賺取手續費，而唔係真正為你嘅財富增值。咁你到底應該點做？如果你想擺脫窮人陷阱，你要學識我同巴菲特幾十年嚟嘅做法，以合理嘅價格買入少數偉大嘅公司，然後坐喺度唔好喐。點解要揀偉大嘅公司？因為長遠嚟講，一隻股票嘅回報率好難高過呢間公司本身嘅業務回報率。如果一間公司40年嚟嘅資本回報率只有6%，就算你買入嗰陣有好大嘅折扣，你持有40年，最後嘅回報大約都只係6%。相反，如果一間公司喺20-30年裏面嘅資本回報率高達18%，即使你買入嗰陣個價錢睇落有啲貴，你最終依然會得到一個非常靚嘅回報。所以真正嘅秘訣係進入更好嘅企業。你要去嗰啲有好新護城河 motor 有持續競爭優勢嘅公司。當你買入咗呢啲優質資產，你就係用緊最好嘅方式對抗通脹。就好似我哋喺每日新聞公司咁，喺指屬危機嗰陣，我喺最低位買入咗大量美國大銀行嘅股票。呢啲股票唔單止有資本增值，每年仲派好多免稅或者低稅嘅股息俾我哋。呢啲先叫做資產，呢啲先可以真正幫你鎖住財富。而且你要明白機會成本 （opportunity cost）。任何一個理智嘅人做決定，都係基於機會成本。如果你手頭上有資本，你應該衡量嘅係呢筆錢放喺銀行俾通脹食，定係投資落一間每年賺15%嘅好公司度。當然，你可能會話，查理，好公司好難學，係好難。如果好容易，個個都發咗達啦。你要做到呢點，你需要有極大嘅耐心，
紀律同埋客觀性。我成日話，想贏嘅方法就係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然後期待能夠獲得幾次洞察力。你成世人其實唔需要好多個絕佳嘅投資機會。你計下波克夏、Berkshire Hathaway 積落嘅幾千億財富，其中絕大部分都只係來自10個最好嘅投資洞察。只要你喺好機會嚟到嘅時候，有勇氣同決心重重咁壓住落去就足夠啦。好多人投資失敗係因為佢哋手痕，成日想屈嚟屈去，佢哋受唔住心理學上嘅剝奪超級反應傾向 （deprival superreaction tendency）。見到股價跌少少就驚，見到人哋賺錢就眼紅。我教你投資就好似打棒球，你要企喺擊球區，等嗰個又慢又直正中紅心嘅好球嚟到，然後先至全力揮棒。其他時間你只需要安安靜靜咁坐喺度。你要培養出我所講嘅坐得定嘅投資法 ，sit on your ass investing。當你買入咗好公司，坐定定唔喐，你俾少咗經紀佣金，聽少咗無謂嘅廢話。如果順利嘅話，稅務系統仲會每年俾你多賺1-2個百分點嘅福利，因為你唔賣就唔需要即刻交增值稅。呢筆原本要交稅嘅錢就會繼續喺你個戶口入面滾雪球。過度追求避稅係蠢事，但順應稅務法則去享受延遲交稅嘅福利就係大智慧。總結嚟講，點解努力存錢係窮人嘅陷阱？因為淨係存錢，你係逆住經濟規律同行，你俾通脹沒收緊你嘅勞動成果。你想打破呢個陷阱，你要記住以下幾樣嘢。第一樣嘢，永遠要量入為出，支出少過收入，跟住將儲落嚟嘅錢轉化為資本，去尋找並買入嗰啲有強大競爭優勢嘅偉大公司。第三，利用複利嘅力量做時間嘅朋友。最後一樣，保持理性，控制你嘅情緒。當好機會出現時，重重咁出擊，平時就耐心等待。如果你每日都努力令自己比尋日起身嗰陣聰明少少，忠實咁履行你嘅職責，一步一腳印咁前進，只要你活得夠長，最終你一定會得到你應得嘅回報。希望我今日講嘅呢番話可以幫你個腦裝上正確嘅思維軟件，令你唔好再做一隻喺通脹輪盤上白行嘅白老鼠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常識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讓我哋每天比昨天聰明一點點，一起實踐智慧福利。我哋下集見。